甲接下来吼，龙头风嘅倒过，我知道係其第三集团的一种呈现。龙头风嘅倒过一個史實係2007年出版，但其實對一個過程地位，我哋看到鄭義誠喺2000年過後，佢其實有當到一條混亂嘅作品，甚至係爭論嘅作品。佢就係對台灣嘅主體，然後台灣本身好出名嘅一個狀態，因為佢當時係第一擺嘅政黨輪替，對政黨輪替過後，佢觀察對台灣嘅一個不管係政治歷史，還有那條部分，還望等等規則台灣歷史嘅軌道在做檢替，在做轉變。故所本身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嘅焦慮感，還有佢本身對一個土地嘅關心，而本佢去撰寫有關一個好出名嘅當道嘅嘅論述，加對規則過程地位，主要佢對台灣一個好出名狀態嘅反思。故所人做做嚟看到2007年嘅龍頭風嘅倒過一本史實，嘅龍頭風嘅倒過一本史實當貼片，因為佢地位當道嘅創始，韓國地位嘅一條語言未變到非常嘅發達多變，甚至係有啲重創。就係佢開始去重創人頭擺對史嘅認識，你看到可能從他6000嘅創始，地位甚至就冇點好，我自家去好好嘅表賣人嘅節奏去研討。透過一個實作一個研討，你就會看到鄭貴海佢就當到屬於佢對台灣呢個好出名狀態冇辦法改變嘅一個現狀，佢就佢嘅焦慮感，然後佢嘅一種期待，就變到佢嘅一條實作地位。故所到嘅2009年嘅扶貧沉思，到2013年嘅色變，地位就有當到佢對台灣嘅一條政治現況嘅一條想法，加地位當出名嘅一條創始，咩到第一條實習地位，加都係浮游嘅一本實習。我認為佢係第四隻集團係屬於成熟嘅自由，一個成熟嘅自由係對一條實作地度，包括之前台灣主題嘅建立，還有出名嘅反思。一條實作嘅主題，其實每就會出現啲嘅實地度。唔過看到其實鄭貴海啲嘅實地度會呈現一種更加成熟嘅對台灣嘅現狀、對台灣嘅歷史，一種更加自由嘅一種觀看嘅方式。還有包括史嘅語言，包括嘅史嘅結構等等，佢就會用一種新書念來，就做啲本期成為藝術當成熟嘅實作嘅樣嘅。加包括佢嘅肥有一本史實，過去到2019年嘅20封信，還有到佢2013年所出版嘅身體，就做嚟看到一隻集團鄭貴海所展現出來一種成熟嘅自由人嘅樣嘅。